各位觀眾大家好，又係明報530新聞時間，今日係9月16號星期一，歡迎收睇。嚟自大溫各城市嘅多個政界人士，今早喺溫哥華市政廳外聯合舉行記招，呼籲聯邦政府喺公共安全、心理健康同濫藥問題上採取緊急行動，其中包括資助強制治療精神病人計劃。出席人士包括溫哥華市長沈觀健、嚟自西溫、北溫、高貴林市、高貴林港、基隆拿、喬治王子市嘅市長，同埋溫哥華市警察局長及加拿大警察聯會主席等。沈觀健代表發言，敦促聯邦政府喺3個關鍵領域採取緊急行動。一係呼籲聯邦政府為各省實施強制性護理，提供法律同財政支援，應對不斷升級嘅精神健康同成癮危機。第二方面係針對慣犯嘅保釋改革，省級同聯邦政府必須迅速採取行動，改革保釋條件，確保對社群構成威脅嘅慣犯遠離街頭。第三項係保護本國港口嘅聯邦計劃，需要一項國家戰略嚟保護溫哥華同區內港口，並阻止非法毒品嘅流入同被盜車輛嘅出口。沈觀健又表示，佢同其他領袖對省長尹大衛喺週日嘅宣佈感到鼓舞。尹大衛喺一個活動上承諾，如果新民主黨連任，將會投入10億元建立一個強制治療計劃，為患有精神疾病、成癮同腦損傷嘅人提供治療。佢仲表示，相關立法將提供明確嘅法律依據，確保包括青少年在內嘅患者喺無法自行尋求幫助時，能夠得到必要嘅照顧。最近有冇發覺響嘈雜環境較難聽到人哋講嘢，或者經常要別人重複，甚至有耳鳴嘅情況？如果有，快啲揾永明聽力嘅專家鄺永明小姐啦！佢有多年助聽器驗配同舒緩耳鳴經驗，創新隱形 AI 智能助聽器，有超強減雜音功能，響嘈雜環境都可以清晰聽到人哋講嘢。現正推出雙重大優惠，立即致電預約聽力測試啦！本拿比 Metrotown Mitsubishi 係加拿大最佳 Outlander PHEV 銷售商，貨源最多，價格實惠。Outlander PHEV 插電式油電混合多功能車，政府及廠方優惠高達8000蚊，雙摩打全輪驅動，仲有10年 warranty 同豪華設備，配備 Bose 品牌高級音響同前排按摩座椅。本拿比 Metrotown Mitsubishi 提供多種語言服務，係 Google 評級排名第1嘅本拿比 Mitsubishi 銷售商。加拿大地產協會表示，儘管借貸成本有所下降，但係市場仍處於停滯狀態。協會表示，8月嘅房屋銷售數量比去年同期下降咗2.1%，經季節性調整，8月份數據按月升1.3%。協會高級經濟學家薩斯卡特表示，預測顯示今年剩餘時間同埋2025年嘅利率將會降低，以及全國大部分地區嘅房價仍然保持平穩，意味住潛在買家可能會繼續觀望，等待更具吸引力嘅價格。據協會數據，8月新上市房產數量較上月增加1.1%，全國實際平均房價為649100元，比去年同期上漲0.1%。夏天到啦，旅遊回鄉探親想送優質養生產品做手信，咁就要去港利行啦。佢哋唔只有優惠，花旗參仲係100%安省種植，仲有滋補養顏嘅燕窩贊系列，同埋豐富膠原蛋白嘅海參添。多款產品都有精美禮盒裝選購，更多產品可以到列治文時代廣場門店選購噶。港利行連續12年成為加拿大安省花旗參指定經銷商，而家更有網上服務，喺網站訂購就送貨到全加拿大及全中國。養生健康首選港利行。北美自漏治療中心採用中西醫結合療法，治療各期肛門直腸疾病，包括痔瘡、外痔、混合痔、肛瘻、肛裂、肛周膿腫等。創始人陳國義院長嘅國義肛腸療法，運用微創配合溫和中藥，達到標本兼治，徹底根除病患，唔會產生任何後遺症。更多諮詢請撥打電話604-559-6177。
溫島一名自然攝影師喺上週四嘅一次觀鯨活動中，拍攝到一張罕見嘅照片，捕捉到一條座頭鯨喺捕食時誤將一隻海豹吸入口入面嘅瞬間。呢條座頭鯨名為 Cillian， 攝影師 Thomas Filipovic 話，當時 Cillian 發現咗一個餌球，即係一群被海豹、鳥類同鯨魚包圍起嚟嘅小型魚群。於是佢就游向餌球，吞下咗所有嘅魚。冇耐之後 Filipovic 嘅團隊又發現咗第二個餌球，而呢個時候一隻飢餓嘅海豹亦都嚟咗。Filipovic 話，當時佢諗，通常喺呢個情況，你見到一隻50尺嘅巨大鯨魚向你靠近，自然就會避開，鳥類都會避開。佢以為海豹會明白。但係呢隻餵食嘅海豹似乎冇意識到呢一點。當Cillian嘗試濾食第二個餌球時，呢隻海豹亦都被一齊吸咗入去。幸運嘅係，座頭鯨嘅喉嚨大約只有西柚咁大，因此海豹最終並冇被吞下。當海豹跳出座頭鯨嘅口之後，呢隻座頭鯨就游走咗。不過 Filipovic 話，佢觀鯨已經有6年，從未見過有座頭鯨會吸入一隻海豹。座頭鯨通常係濾食浮游生物、磷蝦以及小型魚，偶爾會喺捕捉魚類時意外吞下唔想要嘅動物。最常見嘅係鳥類。如果座頭鯨吸入咗唔想要嘅動物，佢哋會放返出嚟。所以佢認為海豹似乎冇受到傷害，但係可能會有啲受驚。以後喺再遇到座頭鯨嘅時候，可能要考慮清楚先再去捕食餌球啦。嘗一口，想無邊，傳統味道牽動溫暖嘅回憶，喺同一個月亮下分享同一份窩心。月餅之味，分享之美，榮華月餅，連舍不同。當你覺得聽力越嚟越差，同人溝通有困難嘅時候，有冇諗過一對配得好嘅助聽器可以幫助你重拾與人溝通嘅樂趣？嚟 Lansdowne Centre 嘅卓能聽力中心揾經驗豐富嘅李志廉博士傾下，佢唔單止提供全面專業聽力服務，更可以為你配翻一對合適嘅助聽器。而家嘅助聽器優惠高達7折，仲有機會攞埋一個高清電視盒，優惠期有限，快啲打個電話俾卓能聽力中心預約啦！聽日就係農曆15中秋節啦，省長尹大衛為明報讀者送上一段祝賀說話。大家好，people are gathering here with their families to celebrate, just like they'll be celebrating very soon the Mid-Autumn Festival. I hope you enjoy mooncake. I hope you get time with family and friends and have a wonderful Mid-Autumn Festival.